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基督若踮伫恁，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神因为意外，独独互耶稣对死人中阁活的，伊的神若徛起伫恁，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阁活的，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互恁会死的身躯阁活。396因诗，俄罗上帝，圣诗244首，圣诗244首，请起立。
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伊在洗礼玛利亚服侍，伊本着比来用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升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我信上帝，是我信仰的上帝，请坐。三角用启应文32篇，诗篇13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的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你有大权能，你的智慧无通测度，阁有满满的慈爱。感谢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阮，互阮伫基督内面得到新的活命，甲真正的自由。主啊，今仔日阮来到你的面头前，用合一的心来学罗你。阮也要伫主面前承认阮的软弱，阮定定靠家己，袂记爱倚靠你，互阮的心变做孤单、冷淡，失去爱你的热情。主啊，求你赦免阮，求你赐下圣神，复兴阮的心，互阮搁一摆领受活泼的气息。主啊，嘛求你加添阮的信心，虽然有时前路黑暗。拄着艰难，但是阮知影你是听祈祷的上帝，叫你对阮的心来讲话，互你的话正做阮骹前的灯，路灵的光，带阮行过黑暗路，得到对你来的快乐。阮要将所有的烦恼甲重担，拢交托互你，求主帮助阮，互阮伫逐日的生活当中，毋但是看到困难。是看到你的大能，甲丰丰富富的恩典，愿所有的荣光拢归乎你。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嘛爱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旧约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伫个台语汉语本圣经958页。旧约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第14节，伫个台语汉语本圣经958页。第1节，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手身上，耶和华用伊的神带我出去，下我伫山谷中。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伊互我对骨头的四围经过，看伫山谷的面上有骨头真济，看因真高大。伊对我讲：“人子啊，这个骨会活袂？”我应讲：“主耶和华，你知伊。”伊阁对我讲：“伊着对这个骨宣传来答因讲。”恁高大的骨啊，着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甲遐个骨安尼讲：看，我要互活开入你的内面，恁就要活。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阁互恁有肉，阁用皮甲恁包，用活开入伫恁，恁就会活。恁就知影我是耶和华。对安尼。我趁命令来宣传，当我伫宣传的时，有顶忽然地动，这个骨三连合，逐支归伊的本位。我看见骨的顶面有筋，嘛有肉，阁有皮，包伫伊的顶面，总是内面无活开。伊就对我讲：“你着向风来宣传。”人子啊，着宣传来对风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活开啊！对遐个风来，分伫遐个受害的，互恁会活。”第10节，对安尼，我照伊所命令我的来宣传，活开就来入伫因，因就活起来徛，正做极大的军队。伊就甲我讲：“人子啊，这个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看，因讲我的骨真高大，阮的仰望拢失落，阮已经走灭。所以你着宣传来对因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的百姓啊，看，我要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带恁入以色列地。我的百姓啊，我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恁就知我是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安置你伫本所在，恁就知我耶和华安尼讲，嘛安尼行。这是耶和华讲的。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高句复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会记得无久外前，我伫电视顶面看到一个关系德国纳粹的纪录片，独裁者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有系统的灭族。根据统计，迄当时有600万的犹太人死伫伊的手下。伫即个纪录片的中间，有访问真侪位的关系者，其中是一个英国的退伍的军人，伊伫遐回想当因的军队。第一届踏入去迄个集中营的时，伊看见的是满地的骨头、尸体。伊讲，伊当时的心境是：迄一天，我第一届感受到人类的愿望已经死啊！即个会当讲是非常大的创伤。所以，伫战争结束了后，伊也需要接受一段真长时间的心理的辅导。伊每一届当伊的目睭合起来时，遐个画面就出现伫伊的脑海。面对人类历史中间遐尔凄惨的一段过去，生活伫民主台湾的咱真幸运，咱毋免看见安尼的情景。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可能真侪人无法度感受到迄种的凄惨、绝望甲震撼。但是咱来想想当时的以色列先知。伫面对国家受到巴比伦的糟灭，人民受掠，伫遐尔绝望的中间，
上帝较甲伊讲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今仔日的经文，上帝互伊看见高大的骨头搁合起来、搁活起来的异象。另外一个是伫15节到23节，上帝指示以色列的先知，爱伊将2支叉合做一支，用安尼的动作来宣告，上帝要复兴因规个民族，并且互因合一伫即个弥赛亚的愿望的下面。所以今仔日咱将咱的焦点放伫前半段，但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来读即个咱看起来甲咱完全无关系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因为咱相信，这毋若是一段古早以前的故事那尔。因为上帝伫历史内面做工，并且咱嘛知影，伫咱的生命内面，定定嘛会陷入黑暗、绝望，毋知影要安怎行落去，亲像古代骨头迄般的惨景。所以上帝今仔日要借着即段经文来帮助咱，不但要互咱看见伊的确要伫一个看起来已经无愿望的所在来进行伟大的换新，并且安尼复兴甲愿望也要临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以色列先知大声伫遮描写伊是安怎看见即个异象。伊讲：上主的手下伫我的身上，上主用伊的神带我出去，下我伫山谷中。上主的手下伫我的身上，即句话咱定定会伫先知的册内面来看见。安尼描写嘛，互咱知影，上帝毋是真正带以色列去到一个地理的位置，是上帝的神互以色列看见一个异象。所以以色列的人游玩伫原位，但是上帝的神较互伊看见一个真特别的异象。咱若有注意，台语的圣经，头拄咱听书会读，伫遐翻译，迄个所在是一个山谷。但是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较译做平原。虽然咱的理解这两种是完全无共款的地形，但是这两个翻译拢无毋对，所以咱会当安尼理解，就是以色列看见一个山谷，但是这个山谷非常的开阔，亲像平原一样的开阔。另外，上帝带伊，互伊搁较就近去看这骨头的时，以色列发现满是涂骹满是的骨头，竟然非常的高大。高大就表示放伫遐已经有一段真长的时间，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竟然无人去收这个骨头，互因得到适当的安葬。但是这甲以色列人的规矩是完全无共款的，因为以色列人袂将人的骨头拍伫外面，所以互这个人袂赴去收，袂当去摕去安葬，表示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灾难，死的人实在太多啊。其实以色列看见的这高大的骨头，就是以色列人的军队。因伫甲巴比伦的战争的中间死伤无数，所以上帝互先知看见安尼异象，一个完全无生命、无愿望、无任何声音。这个人毋是拄拄才死哦，是一个完全无人会当去期待、无阁有生命会发生的一个所在。兄弟姊妹，上帝若要激励以色列，应该是带伊去到圣殿敬拜吧，也是互伊到伫民众的上头前，伫遐讲一寡激励人的心的话吧。但是上帝较带伊去看见一个因规个民族上失败的所在。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做？因为上帝要做工，要改变的大心，就是要以色列看见因上真实的状况。就是因的骨头有偌高大。上帝爱人先认清家己生命内面迄个上深的绝望是啥物，所以这嘛得提醒咱毋通过头将信仰来浪漫化，因为信仰绝对毋是咱坐伫舒适的圣殿听顺耳的话，
上帝嘛，毋是爱咱否认咱现实的生活，信仰嘛，袂带咱避免痛苦，离开咱的问题。上帝互以色列，互咱来面对咱问题的中心。伊毋是挑故意要互咱陷入迄个绝望，互你看着讲，哎，我家己哪有遐尔啊无好，然后互你绝望。上帝毋是安尼，上帝爱咱去看清楚咱家己现实的问题，迄个上深的问题了后，会当知影我无法度靠家己啊，我爱来找求伊啊。所以上帝要互咱大心，伫咱掠罪已经结束的一个所在。重新要来写一个新的故事。为什么咱会当遐尔确信？上帝爱人看见家己的有限嘞，伊接续上帝问以色列一个问题：人子啊，这骨会活袂？伫这人子毋是指耶稣，伫这人子是指讲人的囝。这表明先知是一个平凡的人。上帝问一个平凡的人讲：这骨头，这拍伫外面已经高大的骨头会活袂？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依照咱的想法来讲，高大的骨头哪有可能会阁活起来咧？何况这骨头毋是拄啊死，是死真久啊，拢高大。所以上帝问以色列这个问题。毋是在问以色列讨一个答案，上帝是用问问题的方式来引带先知来思考。但是咱嘛会当看见，以色列先知无因为伊是先知，伊就假知影伊知影安尼一个答案，伊嘛无装作非常有信心就回答上帝。以色列先知非常的谦卑，伊承认家己的无知甲有限，伊讲。主啊，你知伊。以色列相信，这骨头无论会活，也是袂活，最后的主权拢在伫上帝。所以以色列的回答嘛，互我想起一位伫2年前因为胰脏癌过身的美国牧师提摩太凯勒。伊伫美国上大的城市纽约。伫遐牧养真侪专业的人，伊嘛写几啊本真出名的册。但是伫2020年，伊互诊断出伊得着胰脏癌。就有人问伊讲：牧师啊，你是毋是也有信心上帝一定会医治你咧？哦，这足歹回答的呢，兄弟姊妹。一个牧师若讲无，伊信徒就会怀疑：你一个做牧师的，哪遐尔啊无信心？但是牧师若回答有，这敢若阁是来抢夺上帝的主权。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安尼回答，伊讲：我相信上帝会医治我，但是我毋知影伊减袂。伊佫讲：我的愿望毋是一定爱得到医治，是无论结果安怎，上帝有缘是上帝。一个真成熟的信仰，毋是咧欺骗家己，伫世间完全无痛苦；毋是欺骗家己，我袂拄着艰难。真正的信仰是咱伫毋知影答案的时，咱有缘将最后的发言权交互上帝。所以咱看见伫上帝甲以色列的问题回答的中间。上帝毋是伫问伊一个知识的问题，上帝嘛毋是问伊一个理性的问题。上帝是甲伊讲，虽然人做袂到，但是我做会到，并且上帝嘛借着即个问题来为着伊了后接续落来要做的代志来铺路。伫异象中间，上帝指示以色列爱对这高大的骨头讲话。恁这高大的骨啊，就听上主的话。主上帝甲这骨安尼讲：看啊，我要互活开入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阁有恁有肉，阁用皮甲恁包，用活开入伫恁，恁就要活，恁就知我是上主。高大的骨头讲话，
互因佫活做是一个人，这非常的奇怪。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做呢？伫了后的经文，上帝会用以色列来做解说。毋过，伫还未甲以色列解说进前，上帝反转吩咐伊讲：你爱去安怎做？所以伫第4节，咱大家看到讲：我要互活开入伫恁的内面。第6节嘛有讲：因活开入伫恁。上帝讲：我的话会成就，唯一的条件就是爱有开。有开这项代志，嘛，互咱想到伫创世纪第2章有记载，上帝创造人类的情形。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然后分一口活的开入即个人的鼻孔，即个人就成做活的灵魂。原本是土粉造成的人类，因为上帝迄口气变做是有灵魂的人，所以这嘛是咱人甲动物上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上帝要互高大的骨头活佫搭起来，生出筋，生出肉，最后佫用皮甲包起来，的即个气。甲创世纪上帝分入去咱人身躯的迄个活的气，拢伫向咱证明一件代志，就是对上帝出去的，拢充满气力，甲充满生命力。特别咱伫创世纪第1章看见上帝是安怎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是用讲的，上帝讲爱有光。光就出来啊！上帝讲水内爱有鱼啊，空中爱有飞鸟。上帝用讲的鸟啊、鱼啊拢出来啊！所以这互咱知，上帝话会当对无到有创新的气力。所以既然上帝会当用讲的来创造天地万物，现在互这高大的骨头佫活起来，对上帝来讲，这根本无任何的难度。所以，当以色列先知伫异象中间，遵照上帝话去向这高大的骨头传达的时，代志就照上帝所讲的成就啊。可能咱会想讲啊，以色列先知是伫迷茫啦，因为伫咱迷茫中间，所有佫较奇怪的代志拢会发生。但是，伫遮以色列非常的清楚，伊毋是伫迷茫，伊是看见异象。因为即时即个异象毋但有影，并且佫有声音。先知伫遐描写，当我伫宣传的时，有声忽然地动，这骨3联合，逐支接归伫伊的本位，骨头搭起来声音咔咔咔咔。因为遍地骨头太侪啊，所以当这个骨头伫相接的时，规个地感觉亲像地动共款，好亲像是地壳伫刷动、地动所发出来迄个声。所以即时以色列看见的就无过是一堆搁一堆的骨头啦尔，伊看见的是一个搁一个人徛伫伊的面头前。毋过，这个人要袂当算做是真正的人，因为圣经讲，因的内面无活气。但是问题来啊，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是上帝向人分一口气。但是以色列毋是上帝，伊无法度做安尼的动作，做安尼的代志。所以上帝向先知讲，你着向风来宣传，人子啊，着宣传对风来讲。主上帝安尼讲，活开啊，对遐个风来，分伫遮受害的，互因会活。伫遮个风，希伯来原文有风、嘛有气、嘛有神的意思。但是这个神，甲咱伫使徒行传所看见的，使徒行传甲咱讲，信神亲像风吹过，临到当时的使徒，互因会当讲起当时其他国家的语言，来当时转来要着率领过节的这
人讲起耶稣基督的福音。伫以色列的即个神，甲使徒行传的神有一点仔无共款。咱会当将以色列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的即个风，理解做是圣神的工课。上帝命令以色列先知，呼求伫地面不断地运行上帝的神，紧紧对死过来，进入这孤大骨头的内面。互因为有上帝的气，重新活起来。所以咱看见，当以色列遵照上帝的吩咐，这骨头毋若是一个人的骨头活大起来那尔，这骨头真正活起来，并且真做是一个极大的军队。兄弟姊妹，我读到这，这互我一个启示：一个平凡的人以色列。竟然会当透过看见异象，来互上帝使用，来成就一件遐尼啊奇妙的代志。其实上帝，咱来想，上帝家己敢会当成就这个代志？当然会当啊！想事活开的是上帝呢。上帝只要用这个高大骨头分一口气，因就会活起来。为什么佫需要以色列？伫遮我体会到上帝对人的疼，伊毋是一概包办伊所有囝儿的代志，伊邀请伊的囝儿来甲伊同工。上帝互咱机会，伫伊的引带，伫伊的教导陪伴内面，互咱会当勇敢去面对咱的失败、咱的问题、咱的绝望，然后咱就亲像这高大骨头。咱会互上帝气重新充满，咱会当有勇气、有气力去面对咱所面对的挑战甲困难。有一个小故事安尼讲，有一个人迷茫，梦中伊行入去一个商店，徛伫柜台后面的是一个天使。这个人就问天使讲：“先生啊，恁伫卖什么呢？”天使回答伊讲：“我卖你一切你想要爱的。”哇！这个人足欢喜的，伊就开始列出讲伊想要爱的。啊！我想要爱，互世间所有的战争拢停止，所有的人拢无有妖恶，人会当对环境的保护有搁较侪意识。望有一个公义的社会，望伫教会内面会当有搁较侪的共同感甲疼。一级，啥，伊列出伊所有伊想要爱的代志。即时天使甲伊插话讲：“你听毋对啊！阮无卖成果，阮敢若卖这个代志的经济。”咱拢想讲，人生的混乱，也是世界的败坏，应该是上帝你来出面来解决吧。但是面对世间这暂时的困境，咱人类应该嘛要负起责任，毋是规个撒互上帝。但是咱嘛毋是家己伫遐来担这个重担，因为上帝伫即个世界做工运行，伊无将咱排除伫外面，伊是将咱诱入来，互咱甲伊三角做工。最后。上帝甲以色列解说，为什么伊会看见安尼异象？上帝甲以色列讲：“人子啊，这个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啦。”上帝照着这个异象，互以色列知影，上帝无放弃恁以色列人。虽然恁即时互掠伫巴比伦，恁失去家己的土地，失去家己的主体权，亲像这高大骨头共款。完全绝望啊！但是上帝要伫绝望中间行奇妙的事，伊要恢复恁，伊要复兴恁，互恁重新有活气，有新的气力。我相信这时的以色列先知一定是充满盼望，所以伫经文的最后，上帝吩咐伊去向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的话。我的百姓啊，看，我要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带恁入以色列地，
我的百姓啊，我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要将我的心下伫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安置恁伫本所在，恁就知上主安尼讲，也要安尼行，这是上主讲的。上帝伫遮重复2解，我要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讲2解表示非常的重要。上帝毋若要恢复即个古代的骨头，上帝嘛要改变死亡的结局。兄弟姊妹，咱互待伫梦里，就是死亡结局。但是上帝讲，我要开恁的梦，互恁出来，代表上帝要改变死亡的结局。所以当以色列先知讲第一句讲，上帝讲，我要拍开恁的梦，带恁出坟墓，领恁进入以色列地时，会互这以色列百姓想起因的祖先离开埃及的迄个历史。离开埃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法老王哪有可能互遐尼济免费的奴才离开伊的国家呢？但是上帝做到啊！另外，伫旷野迄种真艰难的生活条件中间，上帝嘛替因排除万难，供应因的需要。所以，咱会当伫《申命记》看见上帝安怎讲？上帝讲：恁漂流伫旷野这40年，你的衫裤无破，你的骹嘛无起碰拍。上帝是安尼带领因，最后带因入去迦南地。所以，当先知讲第一句讲，我要拍开恁的坟墓，带恁出坟墓，领恁进入以色列地时，因想起这段历史。然后先知佫讲第二句，我的百姓啊，我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恁就知我是上主。这百姓知影，上帝决断袂离开因，袂放弃因。因为上帝过去将因的祖先带离开埃及，带因经过真艰难的旷野。现在上帝一定嘛会拯救因，脱离巴比伦人的手，互因对受压制的坟墓内面来出来。兄弟姊妹，这段历史互咱看见上帝的气力。上帝毋但是想使人有新的气、新的活命。并且上帝嘛要改写死亡的结局。原本坐伫遮，咱每一个人，咱拢爱行安尼一个结局，就是死，就是互待伫坟墓的内面。但是保罗安怎讲？当恁已经得到透放脱离罪恶，来做上帝奴仆，得到家子，得到正信，迄个结局是永远。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若是上帝的恩赐是永远，到伫咱的主基督耶稣。兄弟姊妹，原本咱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互待伫坟墓。但是因为耶稣的拯救，咱会当得到赦罪，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咱敢相信咱的上帝，毋那是一个伫历史中间的上帝。伊也要伫新的时代，伫咱的性命来做新的代志。上帝看重你，珍惜你的性命。上帝嘛，毋望你原本孤单的性命会当因为伊来改变，会来换新。就是因为安尼，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安尼问题嘛，无因为耶稣放钉伫十字架顶就结束。因为当耶稣离开坟墓，伊的国话嘛，亲像在对咱讲：“亲爱的囡仔，这一切拢还袂结束。你的故事要因为我的国话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另外，这段经文嘛要对咱中间可能有一寡重讲，因为服侍。感觉家己就亲像这段经文中间遐个古代骨头。其实我会非常会当体会咱的心境，因为我嘛捌有安尼的感受过。但是，请咱毋通因为野心
无气力就逃闪。反正咱爱互家己一段清君子调整的时间，就亲像我伫今仔日的周报的封面有写：上帝从来无需要等咱整理好咱家己，才愿意来亲近咱。伫混乱、伫野生，甚至是失去方向的时，上帝犹原伫咱的身躯边。伫每一摆咱甲上帝对话中间，咱才会当慢慢澄清，咱即个野生是对倒位来的。只有当咱愿意互上帝引带，互伊的话进入咱的内心，咱的心情、咱的压力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望咱兄弟姊妹，无论咱有甚物款的问题，咱拢带来活命的水泉，也就是耶稣基督者。伊要供应咱丰富的生命，伊要互咱不断换新、不断产生新的气力。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恳求你的活水就来灌压阮。阮亲像以色列的军队，这古代骨头，阮非常的孤单。阮毋知影阮的性命是要安怎行落去。面对世间真侪困难，面对真侪阮无法度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阮服侍顶面，阮感觉真重担、真孤单。主，互阮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做。恳求你的气，搁一摆临到阮，互阮亲像这古代骨头共款，阮这骨头搭起来、活起来，有一个新的气伫阮的中间。主啊，恳求你赏赐互阮活泼新的活命，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搁一摆感受到，这个信仰真正是活的信仰。这个信仰毋是2000年前耶稣钉一十字架顶就结束的信仰。这个信仰不断地换新阮的生命，耶稣基督你也不断要进入阮的内心。主恳求你，互阮兄弟姊妹真正来看清楚家己的问题，互阮认清楚家己需要你来解决阮内心这个问题，互阮无搁倚靠家己，互阮会当真正来超找你。主恳求你的气，搁一摆临到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做伙来读两遍今仔日的金句。耶稣甲伊讲：“我活甲活命是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犹久要活；既若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吗？”约翰福音11章第16节。耶稣甲伊讲：“我活甲活命是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犹久要活；既若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吗？”约翰福音11章第16节。三角的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75首，圣诗175首，请起立。
坐。奉献，请高主安长老、谢秀雅长老、曾启阳长老、赖宜佳执事、庄博雅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消息报告第四点，北市区定个4月3号拜五下暗7点半，要伫个洲美教会主办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请兄姐备办心。牧区消息，双联团契定个3月25。礼拜三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祝会，邀请陈美玲牧师分享，请客友参加。奉献的部分有错误，请向中一来订正。周间的祝会甲后礼拜的圣工服侍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伊细汉的时捌伫咱上山教会聚会，咱欢迎徐妙华姊妹，欢迎。欢迎。好，即是咱来进入咱的大祷，好，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咱嘛为着教会大洋事工，为着建堂事工来祈祷。咱为着身躯欠安伫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为着神武兄、燕纯、应轩、林水长老、怡丽、慧玲姐、淑慧姐、金盆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俊生兄、丁友兄、明理姐、道明兄、阿菊姐，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集体做伙来祈祷。感谢恁大大了
主，阮感谢你，自即阮来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领受遐尼大的福气。主，特别你也想说，互阮会当祈祷，互阮会当将阮逐项事带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主，若合伫你旨意的，恳求你来成；若合无合你旨意的，也恳求你帮助阮修正阮的骹步，祝福阮会当谦卑来领受你美好的旨意。阮为着世界，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你帮助想事，互你所创造的地球，甲阮的国家，互遮个所在会当充满上帝你的真理甲公义。主，虽然即个世界充满混乱，总是主也恳求你帮助，互阮时刻会当为着遮个所在在祈祷。主也帮助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因有诶伫真危险的所在，主恳求你也帮助保守因甲因规家的性命，也互因所做事工，亲像种子会当富裕成长。主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帮助阮，无论伫对外的遮个事工，对囡仔到年长的遮个社会的朋友，也是阮对内兄弟姊妹性命起造，主恳求你拢帮助，互阮会当伫即个教会会当受培育，互阮会当搁较认捌你，会当为着你会当来诚做，互阮的性命会当诚做你会有好的使用。主，阮也要为着教会集体来祈祷，有侪兄弟姊妹身躯软弱的，伫厝里疗养的，主恳求你会当来医治、看顾，也互因会当有勇壮的信心，也保守因的家庭，遮照顾的人，也互因有勇健的身躯会当来陪伴。主，阮将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阮相信你听阮，你要照顾阮。阮也将阮新的一个礼拜，每一日的脚步，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引带，互阮无论伫阮的职场、伫阮的学校、阮的家庭、阮的社会中间，拢会当有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这是咱伫主的平安内面，咱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比有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这是咱来吟圣诗390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请坐。